喺市場營銷中，唔只有個人消費者會做購買決定，商業買家，例如公司、政府部門或者學校，喺採購產品或者服務時，亦都會經歷一個系統化同埋較嚴謹嘅決策過程。呢個過程共有5個步驟。第一步，確認問題。商業買家會察覺某項需要或者問題，例如機器老化、原料短缺，或者希望提升生產效率。刺激可以嚟自內部，如設備壞咗，或者外部，如展銷會發現新技術。動例子，一間學校發現舊影印機經常壞，影響教職員工作效率，決定購買新機。第二步，概略描述需要同訂明產品規格。商業買家會撰寫一份文件，列出想購買產品嘅特徵及數量，亦都要訂明產品嘅技術規格，以書面方式詳列產品需符合嘅技術同埋功能特徵。舉例子，學校喺文件中訂明新影印機要有雙面列印、節能功能及每分鐘列印速度。第三步，尋找供應商並邀請提交建議書。跟住，商業買家會搜尋合適供應商，將自己嘅購買意向告知準供應商，並邀請佢哋提交報價或者建議書。佢哋可能透過供應商名冊、網上搜尋或相關嘅行業組織推薦。嘅例子，校務處邀請3間影印機公司提供報價。第四步，選擇供應商同發出訂購合約。喺呢個階段，商業買家會評估各準供應商提交嘅建議書，然後選出最合適嘅供應商。呢個決策通常有不同部門共同參與，例如財務部、採購部同管理層。商業買家選擇最合適嘅供應商後，會向供應商發出訂購合約。呢份合約列明商業買家與供應商嘅最終交易條款同埋重要嘅訂購細節，例如產品嘅技術規格、訂購數量、預計送貨時間、退貨安排同埋保養條款等。例子，學校最終選擇提供最佳保養服務嘅公司，簽訂1年嘅租賃合約。第五步，評估表現。商業買家使用所購買嘅產品後，需評估供應商嘅表現。商業買家可根據產品質素、送貨安排同埋售後服務等準則進行評估，亦都可以聯絡購買咗製成品嘅顧客，了解佢哋對製成品是否感到滿意。例子，半年之後，學校根據影印機供應商提供嘅維修服務上門嘅速度同埋印品質素，決定是否續約。重溫一次，商業買家嘅購買決策嘅過程有5個步驟。第一步，確認問題。第二步，概略描述，需要同訂明產品規格。第三步，尋找供應商，並邀請供應商提交建議書。第四步，選擇供應商同發出訂購合約。第五步，評估表現。除咗學校採購、企業添置新機器、政府部門購買消防車，或者醫院採購醫療儀器，都係商業買家嘅典型例子。了解呢個過程，有助我哋明白企業如何作出專業而審慎嘅購買決定。